呢一次嚟到瑞典探索人智學社區，其中呢部分係一間森林學校。因為假期嘅時間，所以整個地方都非常寧靜。呢間學校叫做索維克，係一所受華德福理念啟發嘅學校。整間校園非常敞開，所有門都冇上鎖。當我喺教室同埋走廊穿梭嘅時候，感覺整座森林都滲進咗呢一間學校。佢嘅牆壁、佢嘅木材同埋光線都可以同到自然一齊呼吸。嗰日冇小朋友嘅聲音，但係到處都留低佢哋嘅痕跡。牆上嘅畫，台上面嘅手工，靜靜躺住一邊嘅樂器。喺呢一份寧靜裏邊，你仍然可以感受到學校嘅精神。你會睇到呢一度嘅設置，所有嘅設施都係根據同小朋友成長而結合。而當中最令我深刻嘅就係佢同大自然之間採取嘅共融關係。四季轉變嘅節奏同埋小朋友成長變得非常共振。索維克學校喺1970年創立，植根喺華德福教育，一直都以實驗嘅性質去探索明白周圍嘅事物，一路以體驗作為核心，透過孩子自身嘅探索去明白科學、藝術、自然，培養孩子嘅創造力同埋情感。當然咁多年嚟，呢種教育都受到好多嘅挑戰，只係喺自由同安全嘅界線裏邊，已經非常值得我哋深思。當我一扇扇門打開啲課室嘅時候，我好似感覺唔係淨係參觀緊呢間學校，而有好多嘅問題都會浮現。究竟咩嘅環境先係真正適合小朋友成長？咁究竟我哋又有冇得揀呢？呢度嘅設施都同呢個大自然吻合，好似從樹掉落嚟嘅千秋，坐上千秋嗰種嘅搖擺，令你感覺到成個森林會識得同你一齊呼吸。當然好多人都相信學習一定唔係淨係喺書本上邊，而係要係同世界相連結。喺成個探索嘅旅途裏邊，喺唔同嘅文化同埋地方，到底咩先係真正屬於我哋適合嘅環境呢？